香港白卡文化探源。香港白卡文化係一種獨特嘅社會現象，將瘋癲從傳統嘅邊緣角色轉化為當代網絡與現實交織嘅表演舞台。佢既承載咗對主流規範嘅反抗，又喺流量時代中揾到生存之道。本文將詳細探討白卡文化嘅起源、演變，介紹關鍵人物，並分析其喺當今時代嘅意義與發展。一、白卡文化嘅起源。白卡文化嘅雛形可追溯至香港網絡空間。根據香港網絡大典，10幾年前高登討論區嘅思覺老師被視為白卡文化嘅始祖。思覺老師以誇張異常嘅言行聞名，展現咗早期瘋癲嘅網絡形態。然而佢嘅活動主要局限於線上，未能將影響力延伸至現實世界。真正將白卡文化從虛擬帶入現實嘅係2012年喺維園城市論壇亮相嘅龍森。龍森自稱美國三藩市福清幫第2把交椅，以怪誕言論一舉成名。起初公眾僅視佢為騎呢怪女，但佢隨後以多重嘅人格同出位行為逐漸獲得關注，成為白卡文化嘅標誌性人物。佢嘅出現標誌住白卡文化從網絡迷因走向街頭表演嘅轉型。而白卡文化嘅演變同主要人物。白卡文化喺龍森嘅帶領下逐步成型，並由後繼者繼承同發展。以下係幾位關鍵人物及其貢獻。龍森，白卡文化嘅開創者。龍森不僅將瘋癲帶入現實，仲為白卡文化奠定咗2大核心特徵：反抗規範。佢曾經拍攝同精神科醫生對話嘅影片，挑戰正常同精神病嘅定義，反對醫療體系嘅標籤化，呼應富柯瘋癲與文明中對權力規訓嘅批判。政治性，龍森亮相城市論壇，參選區議會與立法會，甚至喺2019年揮舞國旗，顯示出靠攏建制嘅意圖，顛覆咗傳統瘋癲應反權力嘅預設。佢嘅行為為後來嘅白卡成員提供咗模板，既表演瘋癲，又追求權力與關注。Simi，表演與反思嘅結合。Simi延續咗龍森嘅表演性，但係更加注重利用社會心理。佢喺媒體訪問中坦言自己扮白卡以引發關注，並且指出公眾逐漸反思過度在意規範嘅荒謬。佢嘅聰明在於將瘋癲轉化為揭示社會虛偽嘅工具，贏得部分人支持。流馬車同 Stanley 668政治化嘅延續。流馬車以高調撐警、挑釁示威者嘅行為聞名，而 Stanley 668則喺地鐵站高舉國旗，高呼我愛中國共產黨。呢啲行為繼承咗龍森嘅政治性，將白卡嘅異常表演同建制立場結合，進一步模糊咗瘋癲與理性嘅界線。3、白卡文化嘅特徵與理論基礎。白卡文化嘅發展同法國哲學家傅柯嘅瘋癲與文明有住深刻嘅理論聯繫。傅柯認為，瘋癲嘅定義隨社會權力變遷而改變，從中世紀嘅神秘象徵到啟蒙時代被醫學規範為非理性。白卡文化則將瘋癲重新詮釋為自主反抗嘅符號，並融入當代網絡迷因文化。反抗與智慧。白卡成員通過異常行為挑戰主流規範，部分支持者甚至認為佢哋展現咗大智慧。類似中世紀瘋癲者被視為真理揭示者嘅角色。迷因化表演，佢哋將瘋癲變成可模仿、可參與嘅迷因格式，通過公共空間嘅出格行為引發觀眾快感同情感釋放，實現病毒式傳播。4、流量時代下嘅白卡文化。白卡文化之所以能夠喺當代蓬勃發展，同網絡流量時代嘅特性密不可分。流量即係權力。喺傅柯嘅時代，瘋癲者係被社會隔離嘅蓋者，而喺今日，流量賦予白卡主動性，佢哋通過表演吸引、點讚、轉發，成為操縱關注嘅主體。集體共犯嘅快感，白卡嘅出位行為模糊咗真實與表演嘅界限。觀眾喺參與分享中感受到越界嘅愉悅，形成一種共創嘅迷因文化。矛盾嘅統一，白卡一方面反抗規範，另一方面靠攏建制與流量，顯示出精明嘅計算，而非純粹嘅瘋狂。
呢種文化嘅興起，亦都反映咗當代社會嘅焦慮與荒謬。喺一個高壓、情緒病普遍嘅時代，邊個係正常，邊個係瘋癲，變得模糊。白卡文化恰好成為呢種混亂嘅鏡像。5. 總結寓議論：香港白卡文化從思覺老師嘅網絡搞亂，到龍森嘅現實表演，再到思迷、流馬車等人嘅多樣化發展，展現咗瘋癲從邊緣走向中心嘅歷程。佢既係對社會規範嘅反叛，亦都係對權力與流量嘅擁抱。喺流量時代，網絡嘅去中心化與迷因文化為白卡提供咗生存土壤，使其從中世紀嘅漁人船轉化為一艘由公眾共劃嘅表演之舟。呢種文化嘅出現，或許係當代社會矛盾嘅縮影。人們既渴望突破壓抑嘅規範，又冇辦法完全脫離權力結構。白卡文化嘅持久生命力在於，佢唔單止係個體嘅瘋癲表演，更係集體參與嘅時代產物。無論支持定係反感，冇人能夠否認其喺流量時代嘅獨特影響力。未來白卡文化會點樣演變？或許呢個取決於網絡與現實交匯處嘅下一個瘋癲時刻。